继续来看宜山大饭店的百年金龙，进前互跌落来的天棚降害到龙头甲龙鸟。6月底已经修复好势，今仔日重新来现工，游客拢真兴奋。也毋过修复团队发现，这个金龙已经可能毋是第一届害去了，因为断裂的所在是用控骨力甲黏剂甲接起来的，甲原本的工艺无符合，而且包括着色水。 龙头、龙手的角度、甲龙珠消失，拢会当看到金龙这个前后的变化真大。即摆修复团队正咧研究，要来启动第2阶段的修复。 将红布条掀落开，日头照伫咧金龙的身躯顶，正显目。宜山大饭店内底百年金龙，进前互66个天棚讲歹去，如今重新佮完整展示伫咧游客面头前。心情蛮兴奋的吧？怎么说？因为头一次来这边住宿，头一次看到啊。我从美国来，还有我没有看到那么酷的东西，所以真酷。这是讲金龙咱去登去，嘛互宜山饭店真着惊。经过检测才发现讲。 原来龙头和龙角登起的所在，唔是用黄铜，是用红门头去接起来，真可能这已经唔是头一遍登起。如果不是木板，也许用手这样大力打，当然我相信几十年来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，它可能也是会断掉，因为它是水泥。 修理的过程发现，这卖金龙已经和拄开始设计无同款，包括伊的色水，如今是大金宝就发到金光闪闪，和旧相片来比，龙头的角度嘛为额头变成是45度的角度，龙手嘛为一飞冲天向后边变成是向头前来飞，就连龙珠嘛已经无去，这嘛互宜山饭店决定要进行第2阶段修复。还好，我们之前呢，还有留下非常清楚的照片，到时候可以依照这个照片。 的大小形状，也许需要做一些复制的工作，也说不定。我们以后要怎么样来修复？到底什么时候会完成？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外界一个明确的时间。我们现在修复的是恢复它现在大家看到的。 希望当尊重原本的设计，用上原始的工艺将过去的金龙修理好，好游客会当看到伊上原本的模样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